我推说台语吼，我拢感觉讲听说读写，咱一定爱变做正港的台语人。正港的台语人，毋是干那会晓看、会晓听尔，应该是咱爱为即个语言，留一寡物件。尤其是因为我是读文学的，我感觉讲每一个人其实伊心内有足侪故事会当写出来。若准讲咱学会晓即种语言了后，佮甲故事写出来，安尼其实对语言的发展也是传承较有效。阮咧抽考嘛真好耍。有当时就摕一本册，像进前伊有意思要翻译迄个啥物啊？小雷锋。小雷锋。哦。其实吼，阮虽然是读册回啦，毋过你嘛莫感觉讲伊足严肃的吼。上主要，阮是食饭开讲，大家去读家己的文章，啥那叫做沙龙舞，因为我感觉像个法国因以前啊，就是一个沙龙。内底伫遐讨论因的文学啦，还是艺术啦，还是因的画作啦，我感觉迄就是一个发表的所在。阮是伫遐做分享，伫遐开讲，用台语开讲，嘿啊。来哦，61篇，哪会还袂困？王秀荣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记，坐咧直下戏，倒咧困袂去。老大人一天的困眠，到咧有5、6点钟，就算有品质啦。暗时若真正困较袂去，就爱趁日时，搁困1、2点钟啊。若这半落后的，上好总困眠是6点钟到8点钟。1、2点钟啊！你4、5字、3字、4字拢轻声就对。嘿啊，就像你会当借我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箍啊，无9字拢轻声。就是有当时你有轻声，佮无轻声意思都无共啊。伫遮呢？伫遮有啥无共？你若真正困1、2点钟，就差不多2点钟。你若困1、2点钟啊，就是差不多啊，量机大约安尼啊。嘿啊。一个较准啊，一个较无啊准。对啊，譬如讲，啉2杯，真正是2杯。啉2杯啊，啉2杯啊。啉2杯啊，是不止2杯哦。系啊，来，咱来啉。对，2杯就真正2杯。咱来啉2杯啊，哦，这咱啉啊几点？对啊，对啊。我的第一场比赛的奖状是。迄个阮文山区，而且是第2名，因为安珠老师我的师傅第1名，迄是我第1届比赛。不过我足珍惜迄张奖状的，因为有迄个开始靠未来这段路，后来有迄个朗读嘛，朗读96年，搁字音字形，就是出来啥物我就比啥物啦。我是安那会参加比赛，其实除了家己有兴趣啦。另外是因为我爱带囡仔，就是讲，遐学生囡仔我拢爱指导因嘛。我家己当然嘛爱落去比赛啊，无哪会知影讲徛伫台仔顶迄款心情是啥？有当时咱去练，互囡仔看，学生囡仔看你的表现，伊会甲你学哦。甲你学了后，我感觉迄款互动足好诶，所以我足侪学生囡仔甲我进感情，我感觉毋是讲哪食茶食糜安尼，毋过上无因对我的感情拢足信任的，搁愿意讲以后要去学台语，甚至因到高中，也是讲以后出社会时，真侪人因嘛是搁倒来甲我讲，老师迄台语足好耍的，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。好，继续叛命哦，吼，所以这个拼，请问有啥物拼？拍拼、拼命、拼性命，吼，搁有啥物想的？车拼好，真赞吼，车拼。教学的物件，伊有一款精神，就是你爱有美感，爱互因有体验。过来就是讲，爱互因知影即个语言的水甲趣味，吼，因为你有水有趣味，人较学会落去啦。我是国中的老师，毋过有当时阮辅导团需要去教小学教学的演示，我嘛是去教。国中我家己嘛教，我嘛有教大人的，也是讲一寡演习，搁有迄个即间有教着外国的学生。其实因的特质啊，也是讲因拄开始的迄个起点拢无啥共，
啊，拢爱互因有无共的方法。你爱去了解伊的基础伫倒，然后用趣味的物件，过来就是用因迄个年纪听有的方法来去教，安尼可能对教学较有帮助。啊，家己当然，咱台语若准讲要好，你的师资足重要的，所以家己本身迄个才情，还是讲你家己台语的迄个底子，爱一直学习，食一回学一回。我感觉是做台语真重要的，爱心较宽阔的，啊，就是感觉讲，咱台语这个语言足水的，爱一直学落去，安尼才会传承落去，啊，囡仔才会感动，还是讲外国人才会知影咱的文化安尼。来，我是花莲，我是田小辉。哦，你讲我拢无问题啊，吼啊讲别人就是伊，我甲伊 introduce，啊那对方你，OK， 咱即摆要认识你哦。不要闹了，没时间，够热啊！细只啊，咱会当讲伊鸭味啊，甲试落了后，吼，啊，则佫有一粒青青甲倒落，佫有声。鸭味啊，鸭味啊，像后壁迄番鸭。若准讲要讲家己做本土语言足欢喜的代志，是我就是替教育部常用书典录音。后来书典佫有录例句，啊，佫有一寡新的词，啊，因可能感觉我嘛真面烂做，啊嘛真认真吼，啊，佫有上主要是迄个假音真准，所以因着嘛是讲叫我斗3工安尼，这是我感觉真欢喜的代志。啊，行到对人听的时就知讲，这受用的声，我有感觉讲有一件代志，啊，互台语会当足侪人去接触，安尼足好的。细汉毋敢做歹代志啊，拢先有先报，所以才得石头三笑有心灵，吼，所以这拢是真好用的。较正面的思考是，我一定要见证本土语言教育伫国中的发展，因为有满腹的理想，因为爱台语，我读博士，因为爱教育，才会想要考校长。看有法度办本土语言各种实验班无，上无成立一个魔法学院，完成足侪想要做的代志。结果时呀、运呀、命呀，博士毕业到呾，我还是各中的老师娘娘。校长梦嘛，因为小资女化，无愧无梦啊。看年岁渐渐有。要做博士校长作家的机会渐渐无，我逐摆行路散步，看山看海，断舍离，道法自然，我拢捌。要摕毋摕，要读毋读，要进毋进，要写毋写，要看毋看，要听毋听，要信毋信，要骂毋骂，拢无要紧啊。毋过，就是未竟事业的台语心放袂落去。我若退休，定着阁是台语永远的志工，甲永远的学生，要逐工摆看到台语就有精神，虔诚为台语拍拼无计较，穿好烧，食好饱，认真喘气，会感恩就是福气啦。